弟兄姐妹平安。咱做伙站起来一当敬拜熊，对，好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。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。让我们唱诗歌颂来赞美他。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。
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。黑暗权势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我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！要居住的神静静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！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我们来宣告，我们要靠主得胜，他胜过黑暗的力量，他胜过这一切。哈利路亚！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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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。我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！要居住的神奇迹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！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要居住的神奇迹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！兴起主大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为主发光，照亮黑暗的世界。哈利路亚！先知以赛亚说：“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在上帝的家中，我有满满的自由，我有丰富的供应。但是有时候，我们偏偏看到上帝家的门外，还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看起来很美，看起来很有吸引力。想要出去，我就以为这样是自由。人的罪性要我挣脱上帝的教训，要脱离上帝为我设立的伊甸园，要我去试探上帝所限制的轨道。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弃我们，四处的找我们。以西结第11章第17节说：“你当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，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。”上帝看我在外面游荡，上帝说：“回来吧，我的孩子。”耶稣的比喻说，这个牧人发现少了一只羊，就出去找，找到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”羊找回来了，牧者当然很高兴，但是羊走迷路，羊四处去游荡，羊所犯的罪，所欠的债，谁来买单？这个债就是由耶稣在十字架上买单。以赛亚第53章第6节说：“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。”上帝对我们的爱
在这里，主单单的仰望你，单单的敬拜你。圣灵啊，求你在我们的心里，主让我们真的知道，主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荣耀你，主让你柔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享受于你的同在，让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在你的里面。主温柔的心事，让伫我的内心，陪伴我的一生，是主平静甲安乐，予我你满足欢喜。主听他的真理，更叫我拢无你，我辛苦的呼吸，是主稳定甲安慰，你的名真正甘意，有的所在，我要我你应许，无论环境何歹，你我拢明白，有我的所在，我要我你应许，无论环境何歹，你我拢明白。柔人出生命，我的心注视你，主赐下的平安，拥抱我的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主赐爱的真理，使我看见荣光。主赐下的平安，拥抱我的全人，使我心感到真爱。不到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不到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在我手中的每个脚步，我所到的每个角落，在哪里我要敬拜。在我手中的每个脚步，我所到的每个角落，在哪里我要敬拜。在我所走的每个角落，我所到的每个角落，在哪里我要敬拜。在我所走的每个角落，我所到的每个角落，在哪里我要敬拜。不着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
我要诚心敬拜